这个呢，就是了解佛法，你了解因果，了解这个缘起，啊，缘起性空的道理，你了解它，各位，你在人生这个道路上，你的生活会很自在。那我现在简单解释，以我个人呢、很粗浅的，啊，我对佛法的造诣不深，对佛法造诣不深啊，因为我也没有去读佛学院，没有读佛学院，所以呢，佛法的真正的去深入去研究呢，师父也没有，所以呢，我把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，好，提供大家参考。我们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笃信因果者，必定是有道德的人；了解缘起者，必定是有智慧的人。这个话看起来是简单，但是内容啊很深奥，内容很深奥。各位，我自己这么认定啊，这么认为哈。笃信因果者，就是我深切的相信，我一定接受，了解到这个因果实际上是存在的，因果是平等的，因果是不能逃避的，因果是一定会出现的。我相信这一点事情，佛讲的话，我不怀疑，我绝对相信，而且深深的相信，非常明确的相信，我绝对不会去怀疑。不会去排斥，所以我深相信这个因果。什么叫因果？各位，你看，我们众生都怕果啊，在因的时候，在因地，在生活过程里面，什么都敢做，什么坏事都敢做。但是有一天，因你种下去了嘛，你种的恶的因种下去，恶的果报有一天会成熟，会不会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不是不报，是时间会到，你一定会出现的啊！但是我们众生呢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这个理性，他因为对因果的观念不深，所以在做的时候他不考虑，糊里糊涂的，很盲目的，随便乱做，只要自己享受，只要自己快乐，哎，可能伤害到别人了，他不择手段的这样去做，不择手段的这样去做。但是因为他不懂因果，所以等到这个果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这种很凄惨的那种状况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你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哦。各位，那时候求救无门哦，非常的哀伤，非常的凄惨，他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果报，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办法跳跃，没办法去跳跃。所以他就被这种果报呢绑得死死的，弄得七荤八素的，非常的凄惨，非常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了解因果的可怕，因果是丝毫不爽啊，一点都不会有差错的。那么我们菩萨知道啊，很多菩萨有修行的人知道，他懂，你现在做的以后一定会出现。现在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地球啊？地球是不是圆的啊？你怎么出去的？它会噔，会绕回来的，回到你的身上来的，这叫做因果。各位，你怎么拿出去，以后回到你身上的，就是你送出去的。所以这些菩萨们非常战兢的，提心吊胆的，在要做的时候，他是小心翼翼的，步步为营。这个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啊？这样做下去会不会让众生受苦啊？这样做了以后会不会让自己良心不安啊？他要做的时候，他自己观前顾后，要很小心。等到下定决心要做的时候，不会伤害别人，他就勇往直前。所以他知道他没有造这个恶因，一定没有恶的果报。所以菩萨是怕什么？怕这个因。我们众生凡夫众生，这些贪嗔痴造罪造业的凡夫众生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头脑，随便乱做，做完了之后，等到发生不幸了，发生悲哀的时候，他才来忏悔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菩萨们他很重视这个因，要做他就小心，
很注意，很注意，非常的留意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如果一个笃信因果的人，你深深相信有因果，随时都会出现，必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我们不敢胡作非为啊，不敢随便乱啊讲。哎呀，你想怎样就随便做啊，不敢呐。那这样子，你没有做这些坏的因，那当然你就能够避免这些不幸的果报。所以你做事情就有尺寸，一定会懂得观前顾后，不会去因为你跟众生来结恶缘。所以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处处为做善事，处处为别人考虑。各位，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好，这笃信因果的人，你绝对相信因果，接受因果的人，他不敢随便乱做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了解缘起者，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，了解这个因缘是怎么起来的，这个缘为什么起来？今天我为什么跟你见面？你们为什么会来到正国寺出家？各位，就有因缘啊！你没有缘，你怎么会在一起呢？缘呢？缘有缘生，缘有缘灭。缘如果成熟了，它自然就在一起；缘如果灭的时候，自然就分开了，自然就分开。所以有缘起缘灭的道理啊！万法都因缘所生。缘，各位，缘有深有浅。有的看你为什么这么投缘，跟你讲话就这么投机，哎呀，一看就满心欢喜，缘很深，缘很深。有的缘不好啊，今天缘啊，你看刚跟你在一起，但明后天一看，就是好像内心里面就疙瘩疙瘩的，疙瘩疙瘩的，这个人怎么搞那个样子？你为什么突然间会转变？缘很浅，缘有深有浅。各位对不对啊？缘分有深有浅，缘啊有长有短啊，有的很长，你们像有的夫妻，你看40、50年、50、60年还在一起，有的缘好长哦，缘好长。有的结婚不到几天，2年3年死了，老公死了，老婆死了，为什么？很浅，他们只有1、2年的缘分。缘有浅，有很长，有长有短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啊，你没有办法否认的，各位。所以这个缘起你一定要明白啊，明白。各位，缘如果你懂了，有深有浅，有长有短，还有呢，还有缘有好跟坏。有好缘，有善的缘，有恶的缘，各位对不对？看在一起，一看什么都好，觉得很投缘，很投缘，就是你跟我看起来就很顺，内心里面就欢喜，蛮欢喜，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这个善的缘，好的缘，有的不好的缘，一看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看就想要躲得远远的。不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为什么？恶的缘，所以缘有恶缘，有善缘。那么，如果你了解这些，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有的人对我好，有的人对我不好。你要知道，万法都是因缘嘛，有没有前世？如果没有前世因，哪里有这一辈子的果报呢？为什么他会对我很好啊？我前世一定对他很好，有这个因缘嘛。有这个因缘，我这一辈子我对他不好，偏偏我怎么一直要对我，哎呀，百般的照顾我，所有的疼爱都集中在我身上，为什么啊？你看知道吗？前世我跟他的因缘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曾经对他很好很好的。所以各位一定有过去的因缘，所以这一辈子所得到发生的种种的这一般的情况，各位你要了解。那么有一天，各位缘呢，如果要分开的时候，各位你要随缘尊重，要不要啊？缘来的时候，我们欢喜感恩，要疼惜它，珍惜这个因缘。如果有一天缘散了，缘要分开了，我们要祝福它。对不对？那么下一辈子我们没有结恶缘，不会有不好的印象。那么大家呢，同手携手合作，共创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各位，缘一定是要珍惜这个因缘。 不管他对你怎样好坏，或者是长啊，或者短，这个有生有灭，各位，你这个心一定要知道，你懂这个道理，万法都是过去种的因，这一辈子的果报，有过去这一次的缘哦。那这样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有生有灭，你懂这个道理，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你不执着，不去占有它。 不去怎么样故意阻扰他，障碍他。我要跟你结善缘呢，我绝对要跟你结善缘。这一辈子缘要结的善缘越来越广，下一辈子我们讲经说法要广度众生，大家都很喜欢，看到你就满心的欢喜，满心的赞叹，因为你缘得到改善了。这一辈子你愿意这样跟大众和好。 大众欢喜的相处，那当然下一辈子你所有的人看到你啊，就笑嘻嘻的、笑眯眯的啊，看到你就欢喜。为什么能够这样？你结了缘嘛，你的缘。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人，很有智慧，很有智慧。他知道该来他会来，该去可以走。来的时候我们不排斥，该去的时候我们呢欢喜给他祝福。 好好的祝福他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啊，大家彼此之间非常和睦相处，不管是他长久也好，或者很短暂的也好，我们都随缘尊重。你随这个缘来尊重他，随缘很自在，随缘没有挂碍。各位，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不会去排斥。 各位，如果你懂这个道理，人生在这个世间这么短暂的时光里面，我们的心呐、处处都人家赞叹别人，哦，给别人希望，给别人方便，给别人鼓励。各位，我们不要结恶缘。各位，以后你的因缘来的，绝对在你的身上，绝对都是善的，都是美好的。 啊，而且就充满着和谐的，充满非常和谐，而且大家都来帮助你的，都是助缘，都是助缘。所以各位有没有重要？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啊！这简短的一句话，但是它很有深度的，很有深度的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很有深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